提示刘兄。上街报名那些畜生！哎，你狗命！不叫，你是要哪？才有要来暗算老夫？我叫做廖春生，你敢袂记？屈死迄个珠宝商人！你甲假装要买珠宝，将我定亲骗到你府中暗算而死。我今日不但要为父报仇，也要替天下所有百姓，受你压迫的人报仇！英雄，嘿！韩英，你个这个公路，老夫会大大小小你。多谢丞相。你有本事了，大讲我是丞相拍什么样最为你重赏？什么人？是我。你来这创什么？咱两个是东门的师爷嘛，尤其是青梅竹马的跑路，敢讲我不应该来看你死。3年前，我着和师傅着出门去，即摆我是甲昆仑派完全无关系。英华，你虽良孤啊，道幻想，为何作兵来送的天良？相抗不相忘，怎怪事不相
去的代志，我早就已经放袂记。你还阁留踮遮创啥物？杨某，过去我认定你是是非不明的人，想袂到我你今仔日会将我的情运完全拢放弃，敢讲你去爱着柳松天？坦白甲你讲一句，我袂去爱任何人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禁卫军的教头。你若还阁唔走，就唔通怪我反面无情。老大，我去到山骹吼，才看你无，总啊搁翻头转来找你。啊，你啥哪无爱行啊？我踮遮伫观赏山景。哎呦喂啊，大个啊！你去中着人的圈套，接迄落什么令，也毋紧来山顶掠人，搁有心情在遮咧看山景。大个，啊，你真正有影要去掠水莲河哦？我已经人接军令，敢会用个反悔毋去是？搭军令有啥物了不起？你搁还遐尼认真？虽然我毋是去鲁台的手下，若接军令毋去掠伊水莲河，伊是会用个以军令将我处罪呢？哦，我再讲，就说讲我真是武林中名士刘强的囝，既然接到军令，我就爱甘心为好作枪。但是武林中的人无一个会当了解这位柳家柳老英雄，伊嘛是无可奈何。就是安尼，毋则讲吼，你无应该去甲人接迄落令啦。你看，即马大家拢伫咧骂柳松天哦，讲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呢，甚至连柳家的名声嘛，互你共拍歹去啊。这点你放心，柳老英雄早就谅解我。无妥当，无妥当啦。我是感觉讲你吼，无应该共接迄落什么鬼仔令啦。兄弟，你毋通叫袂记讲，咱千方百计来遮的目的是啥物？咱要来接近就伊去鲁台，若无安尼时做，咱是要安怎样知影到伊的秘密军情呢？啊，毋过吼，水莲河。伊就是尹风尘嘛，伊是你救命的恩人呢，啊，你真是忍心去甲伊掠？这是我的代志，你莫安尼多管啦。不，真怨你啊！大个，我，你踮咧遮甲我行看看的，若无见着人，除了就番兵以外，你就该讲天下第一剑，刘崇天要去掠水莲河，有听无？是安那就安尼，啊，安尼是要创啥啊？我有吩咐你安尼做，你就安尼去甲我做。我大，啊，你即马是要去倒位？你即马就要去掠水莲河啊？吼！哼，掠水莲河还阁一个月的期限，我才紧去掠要创啊！我即马是准备要来去救人，吼！等下，啊，你是要去救啥物人？敢袂用的，互我知影？陆春生，赞。
春生见着人，除了患病以外，都爱甲人讲天下第一剑柳霜天，你要去掠龙里山的祭祖水莲河。我讲毋捌你，敢若毋捌咯？我都毋捌你，你问我要创啥啦？无啦，毋是啊，我敢若要甲你讲一个消息尔啦。迄天下第一剑柳霜天哦，你要去杏林山掠迄女祭主水莲河呢？但迄两个人我都毋捌你，你讲我听哪路用啊？我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。无用了。毋是阿伯，我要甲你讲一个消息，你毋知有兴趣要听无吼？到遮我住60多年啊，这附近的消息，逐项我嘛知，不过你甲我讲。毋是啊，阿伯，我是讲吼，你罔听看卖咧啦。这个消息吼，无定就拄啊好，你毋知。嘿，你罔讲，我罔听啦。迄天下第一剑柳霜天吼，奉着迄个铁路大丞相的命令，你要去掠杏林山女祭主水莲河呢？啊！我柳霜天是啥物卡笑哈？迄根本我就毋捌你。啊，那杏林山的祭主水莲河是大好人，你知无？迄杏林山的祭主水莲河啊，伊拢约束因所谓野路兵哦，袂使搅乱这附近的百姓。因所抢的若毋是番兵的粮草，就是库银，无就买品。啊，抢来的物件哦，拢嘛援助这艰苦的百姓。伊是一个足了不起的女的剑，你知影无？看起来你是汉人呢。啊，你汉人听到这个话是安那要受气啊？是安那过来咧讲互我听？啊，你这比前思考更加不如。哦，白来！我讲哦，你下摆若过来讲这话互我听哦，毋免就这样扒落哦。哦，白来！哎呦！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？新标手李玉琪一咧讲，使用金标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杏林山水祭主水莲河，也一个是尹风尘。尹风尘都已经死啊，要拿咧凶手一定是水莲河，我袂去放煞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毋是讲叫你大家放互伊煞啦，我只是袂放心你单独去杏林山，我是讲咱搁加招几个武林高手来去。安尼毋敢袂吃亏啊！哦，要若安尼讲，恁就认为讲恁大哥毋是水莲河对手咯？哎呀，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咱较侪人较放心嘛。哎呀，你莫搁讲啊，江手，我甲你忠告，对今仔日起，你较莫管我的代志咧。查某囡仔人，一讲到拢全对我身躯边，安尼是伤心体痛。你乖乖甲我转去。我。哎，大哥，大哥啊！大哥，搁对啊！姑娘啊，你是安怎吼？是谁甲你欺负？是安怎？你是想要替我报恩仇信？报仇哦？毋过我毋捌你啊！倒顶啊！啊，你都毋捌我，你哪会插我遐济闲仔事？笑！哼！我又讲毋对啊！现在天下第一剑柳霜天。是啦，听讲是奉铁老大的命令要掠你。奇怪，刘家乃是武林世家，刘老英雄又搁是武林领主，是安怎来去行这种不孝子？退你。是。李母，伊走去咧？伊是走去啊！我伫迄个窗仔门外有亲耳听到哦，你头毛甲伊讲，你去后山的所在，都爱2、3天才会倒转啊！伊感觉足遗憾的，翻头就走啊！哦，
小姐，小姐，啊，他做公主也毋捌看过你的面貌啊，你是安怎都爱闪避？伊来找我，一定有甚物原因。为着避免这我生机，我还是莫见有较好。哦，对啦，姨母，你去问看张头目有即个夏侯公主的消息无？小姐，你是安怎会对伊遐尼痴心？自将花柳两分开，查某阴心不应该，一对小姐记恋无爱你，何必将伊挂心怀？姨母，只要你若莫讲出去，这件代志一世人也无人知影。我是袂讲出去啦。也毋过做公主，伊是有来过咱遮呢。我怀疑伊哦，好似就发现啥物。假使讲代志若泄露，你就是安怎样闪你也是闪袂过。假使伊若是为着正当的代志来遮，你更加都要甲伊问一个清楚啊！我甲伊看起来，为着咱这阮山庄的体面，甲为着恁表姐的名誉啊，你也是都要甲错公主成婚。所以哦，你也是都要将迄个夏侯公主甲伊放袂记的。姨母，莫阁讲这话啦，我即马要赶紧下山来去救陆春生。啥物人叫做陆春生？是一位有胆识的少年人，我已经准备好势，今夜离见，要来去救伊。我是专工来救你，不要紧。